朝頭早起身出發啦，喺個漫步喺清晨嘅古城入邊啊！呢個2000年歷史嘅古城，咁啊當然有啲建築咧就唔係2000年㗎啦，係最近先起嘅。咁但係你睇下嗰座 Cathedral 係呢個西班牙現存嘅哥特式建築嘅唯一嘅西班牙唯一㗎啦，所以點解會列為世界遺產名錄？以前哥特式嘅建築物咧喺某段時間咧係被毀壞過，呢個現存最完整、最呢個宏大嘅就係呢一個喺西班牙嚇。咁我就延長一啲，等大家可以睇到嗰個整體。哇！喺嗰個朝頭早嘅晨光之下，同埋呢一個廣場非常之靚，不得了。定一定俾大家睇幾秒。